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共暴政镇压迫害基督徒实况，我是单纯。中共自执政以来，掀起大大小小无数次政治运动，污蔑、曲解、抹黑宗教信仰，将宗教信仰妖魔化，煽动整个社会和民众仇视宗教。历任党魁为了取缔宗教信仰，更是发布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对宗教信仰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与镇压。中共70多年的统治，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信仰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与摧毁，不仅给基督徒带来了灾难，更给几代国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劫难。今天我们将继续揭露并追溯中共镇压迫害宗教信仰的残暴政策与手段，为您进一步解剖中共反动反人类的邪恶实质。3. 推行宗教中国化，颠覆取缔一切宗教，实现宗教党化、习近平化。2015年，习近平提出宗教中国化政策，对宗教实施政治化、党化管理，确保宗教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控制。2018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自此，负责宗教事务的部门从国务院分离出来，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实现中共对宗教的直接党化与政治化管理。2018年2月，中共当局实施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后的条例从原来的48条增加到77条。条例更强调对信仰教义、宣讲内容和思想意识的全面监督，强化对信徒的思想改造与忠诚控制，更加事无巨细地给宗教团体戴上了紧箍咒，并给予了地方政府管控宗教以及抓捕迫害宗教信徒极大的权力。另外，条例还赋予了宗教团体一系列所谓的新职能，其中要求宗教团体落实中共的政策及法律法规，开展中共宣扬的宗教思想建设等工作，把宗教机构和宗教场所变成了中共思想教育和法治教育的新基地，用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活动取代真实的宗教信仰活动，使宗教信仰的对象变成了党，宗教教义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最终彻底取缔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里的宗教信仰。除此之外，条例还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经政府审批同意，并办理法人登记才能投入使用。然而，许多在条例出台前就已经筹建并且符合条件的宗教场所申报后，却被宗教事务局搁置，致使大量新建场所无法启用，只能荒废。而对现有宗教场所，条例又要求将其纳入土地使用和城乡总体规划。结果，许多现有教堂被中共以不符合规划的名义认定为违章建筑而遭拆除。中共对于宗教场所的审批登记，不但条件极端苛刻，而且形同虚设。在审批登记的过程中，层层设卡，故意刁难，无限期拖延和搁置，根本不予执行。中共地痞流氓无赖的本性暴露无遗，新的一直不给批，旧的又不断被拆毁。中共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取缔宗教场所的存在，迫使宗教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使各宗教团体逐步被消灭。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条例表面上允许宗教团体注册登记，但因其条款极端苛刻，导致家庭教会等宗教团体根本没法注册登记，而且一旦向政府提交申请，还会面临被抓捕的危险。中共以注册登记为名，实则是让家庭教会自投罗网。而家庭教会如果不申请注册登记，则被中共视为非法，列为取缔对象，并对其进行合理合法的镇压迫害。自中共推出宗教中国化以来，全国各地大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道教等宗教场所，甚至部分官方认可的三自教堂相继被查封、取缔或拆毁，还有的教堂遭当局炸毁。据《纽约时报》中文网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2018年1月9日，中共警察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名，使用重型机械和炸药，将全国最大的福音派教堂之一山西金灯台教堂夷为平地。这座教堂拥有超过5万名基督徒，是用基督徒捐献的近300万美元建成的，属于当地的标志性建筑。除了大量拆毁教堂等宗教场所以外，中共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轰轰烈烈的拆除十字架运动，竭力清除宗教符号，无数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仅河南省2018年就有70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与此同时，中共还对现有宗教场所、宗教活动、圣经教义等进行中国化改造，妄图取缔一切宗教。在三自教堂和天主教教堂里，墙上张贴的十诫被习近平语录替代，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也被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画像取代。牧师、神父等神职人员被要求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语》《弟子规》与圣经经文结合在一起宣讲，把中国儒家思想和党文化与圣经中的话混为一谈，甚至明目张胆地删除、篡改圣经经文。据意大利人权杂志《寒冬》2018年相关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一处三自教堂墙上张贴的圣经中的10诫被变成了9诫，其中第1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被强行删去。当时教堂负责人和信徒强烈反对，说这不合适，这是篡改神的话，是抵挡主啊。现场一名中央宗教督察巡视组官员呵斥说，这条习近平反对，谁敢不配合？谁要是不同意，就是跟国家对抗。他还警告信徒，这是国家政策，要认清形势，别跟国家对着干。类似的事件也在河南省荥阳市、偃师市等多地发生。不仅如此，宗教局还要求必须删除10诫中最重要的前4条。第1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2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第3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4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与此同时，中共以儒家思想做外衣，逐渐取代圣经教义，妄图最终取缔并消除圣经在人心中的地位，强迫信徒将对神的忠诚转移到党和国家身上，其目的就是用党文化来控制人、改造人的思想，逐步将所有宗教信徒全部改造成无神论者。中共还篡改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故事，
公然污蔑亵渎耶稣，并把篡改后的内容纳入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这一必修教材中。更诡异的是，在各宗教场所，信徒除了被要求唱红歌、升国旗、学习共产党政策之外，还出现了给习近平、毛泽东画像上香、供奉水果鲜花、进行3鞠躬或3拜9叩等荒唐行为。从这一系列的现象中，不难看出宗教中国化的真相。所谓的宗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宗教党化与宗教习近平化。习近平打着规范宗教活动、防范非法宗教的幌子，多年来做了一系列的荒唐事，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取缔一切的信仰，党内党外一人独大，让所有的人都顺从他、供奉他，把他当神来信仰、来朝拜。中共这一系列的举措堪称第2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又一场祸国殃民的浩劫。4. 构建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举倾国之力监控民众。在金盾工程小试牛刀之后，中共为自己利用高科技稳固统治的英明决策而得意的同时，也发现金盾工程在全天候监控全民动态方面的能力很有限，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为了更大力度地维护其集权统治的稳定，铲除异己，中共当局着手打造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工程。于是中共党控企业杭州海康威视、浙江大华股份、华为技术和香港商汤科技等高科技企业应当局委托参与筹建。其中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为中共主要提供硬件设施，华为技术主要负责网络铺设、云计算以及存储平台的搭建，商汤科技主要提供核心的人脸识别、视频分析等 AI 算法与软件技术。据行业调查公司埃信华脉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中国就装有6650万个监控摄像头。截至2017年10月，中共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最严密的视频监控网。天网工程全面覆盖了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娱乐场所、大型商场、医院、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重点单位、学校、社区等关键区域。国人所到之处，几乎都安装了海量高清摄像头，10几亿国人都被迫处于该系统的监控与直播之下。系统通过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行为分析等 AI 技术和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实现了对人员和车辆的实时监控与追踪，并能快速识别身份，在重点关注对象出现时自动报警。该工程在覆盖范围、监控能力及工作效率上，大大弥补了金盾工程的不足，实现了中共在各大城市布下天罗地网，对全民24小时监控的目标。中共曾在宣传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中展示了天网系统快速识别人脸的能力，最快1秒钟就可以将全国人口筛选一遍。一旦监控目标从某个摄像头下经过，系统会自动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最快在7分钟内锁定目标，实施抓捕。在天网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中共为了加强对宗教场所的管控，也把天网系统的配套工程之一宗教领域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提上了日程。2015年，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了关于做好宗教领域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省市的宗教局将宗教领域的视频监控系统联网纳入地方天网的规划中，并会同公安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最终实现所有宗教场所视频监控覆盖率达100%。这导致举国上下所有宗教场所内的一举一动，包括每位宗教信徒的人脸信息及言行，都被中共全面掌握。不仅如此，中共还在此基础上将监控范围扩大，对于凡是信神出名的，曾因信神被中共抓捕释放后有案底的，其家庭及附近均被安装了监控器。同时，中共还安排民众、红袖标等眼线对其进行24小时监视举报。此外，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共迫害宗教信仰的政策上思想懈怠、消极应付，中共中央还下达了抓捕定额，并将是否完成抓捕定额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及工资等福利待遇挂钩。在这种行政性命令的要挟之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抓捕定额，采取宁可抓错不可抓漏，宁可错报绝不漏掉，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的做法。这导致所有基督徒都处于随时被抓捕的危险境地，尤其是对于刑满释放后的基督徒，中共在他们的住所周围额外安装了大量的高清摄像头进行重点监控，并派专人严密监视，还要求他们手机24小时开机，并随叫随到，定期到派出所报到，并且被限制离开本地。一旦中共开展新一轮的统一抓捕行动，他们便会又一次被抓捕，再次被逼迫签3书，遭受酷刑折磨，被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对于教会的骨干人员，即使刑满释放后，中共仍派专人无限期的监视，他们白天被软禁，不允许随便与外界接触，并被天网和中共额外安装的高清摄像头24小时双重监控。晚上还要被中共警察带到宾馆里监视居住。这样的监控常年持续，并没有因刑满释放而终止。他们虽然走出了铁窗高墙的监牢，但却始终走不出中共暴政统治这个巨大的牢笼，被中共魔爪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已然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终身被囚禁，不得自由。借助天网这一庞大的监控体系，中共对基督徒的镇压迫害愈加变本加厉。据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有超过100万基督徒遭受迫害，是2017年记录在案人数的4.5倍，骤增70多万人。其中超过1万名教会领袖遭受迫害，是2017年的5倍。不仅如此，国内一些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西藏藏人、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等群体也因天网工程的监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抓捕迫害。在此过程中，天网工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据中共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介绍，天网系统建设投资约2000亿元人民币。从投入资源之大、覆盖范围之广、运用科技之先进，以及对民众自由的控制之严密来看，中共劳民伤财建设的天网工程堪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的维稳工具。迄今为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耗费如此巨资，动用倾国之力来控制民众的行踪与自由。中共对民众人权自由的侵犯与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令世界瞠目，举世哗然。5. 雪亮工程入侵千家万户，全体国民无所遁形。中共在维护集权统治、侵犯人权自由以及迫害宗教信仰方面，展现出了举世无双的铁腕与残酷的统治手段，并利用金盾工程、天网工程等高科技监控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反人类罪上达到了巅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反人类罪霸主。短短70余年，中共就能为创造人类历史奇迹做出如此杰出贡献，真是厉害了我的党。尽管如此，中共仍不满足，本着一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一步将继续服务广大农民朋友，将其国民监控大业深入贯彻到底。按照既定计划，建设县、乡、村3级统一的监控指挥中心，通过建设覆盖基层的监控网络，借助群众雪亮的眼睛来达到对农民朋友，尤其是对中共关注的重点对象全面监控。这个项目也因此得名雪亮工程。该工程的目标是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作为对天网工程视频监控功能的延伸与补充，雪亮工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参与和数据共享的范围。部分地区还将民众的手机、智能电视以及机顶盒纳入雪亮工程的监控系统。据雪亮工程供应商之一中国广东美电贝尔企业宣称，他们的系统可实现人人可监视、处处可监看、时时可响应的目标。洛杉矶时报报道称，中国四川省安溪村一位居民擦了根火柴，点燃了排水沟的一小堆垃圾，随即从喇叭里传出他的名字和住址，命令他立刻把火熄灭。他吓得跳了起来，赶紧扑灭火苗，匆匆离开。可见，民众的任何举动和言论都逃不出雪亮工程的实时监控，更逃不出中共政府的实时监管。另据自由亚洲电台2018年的一份报道，有微信用户感叹：太恐怖了！表面上该系统可用来监视自己的住宅是否被入侵，但实际上公安可通过该系统监控家庭成员在室内的一举一动，的的确确做到了全覆盖。当局可以通过手机随时追踪民众的行踪，民众携带着手机就等于携带着移动的监控器，享受着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的政府监控。无数只眼睛被直接带进了民众家里，民众的每一次出行、每一次聚会，甚至邻里间的闲聊，都处在24小时不间断的被监控之下。无论做饭、睡觉、看电视还是上网，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可能被系统识别、记录或追踪。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被牢牢地纳入了雪亮的眼睛之下，彻底实现了中共计划的人人皆可成为眼线、时时都被政府监控的目标。数亿县乡村3级的中国农民朋友们能有幸享受到如此高级贴心的服务，除了要感谢杭州海康威视、浙江大华股份、华为技术、
香港商汤科技等中共御用企业之外，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广东美电贝尔和3大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联手提供的相关技术与服务。这些技术服务协助中共实现了对民众24小时无死角的实时监控，导致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基督徒、其他宗教信徒和异议人士等越来越多的人被中共抓捕残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科技服务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助纣为虐，他们与中共同样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雪亮工程正式启动之后，网格员、志愿者和社区民警成了基层治安工作的核心力量。他们的重点任务是对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进行监控和管理。通过高科技手段，网格员利用手机 APP 和监控系统跟踪核查相关人员的身份、住址和行踪，随时掌握其动态，确保了雪亮工程能够实现全覆盖、全程可控。当局通过雪亮工程，还将公共区域监控画面直接传到村民的智能电视、手机或机顶盒，甚至村委会的 LED 大屏幕。每个村民可随时查看本村公共区域的监控画面。一旦发现可疑情况，村民便可一键报警，将监控信息及时传送至公安部门，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监控的绝对优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怎么也没想到，作为中共眼中的低端人口，如今竟享受着中共政府亲自提供的高端摄像头直播服务，还能行使一键报警的特殊权利。雪亮工程让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扎扎实实享受到了现代科技的福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享受特殊待遇的同时被中共利用，成了中共维持政权统治的牺牲品，沦为中共迫害信仰、侵犯人权的工具帮凶。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与那些为中共提供视频监控技术的企业一样，也同样犯下了侵犯人权、反人类的罪行。6. 严密掌控全体国民，无所不用其极。在雪亮工程和天网工程投用后，中共仍不断加大投资和人力投入，使这2大工程逐年升级，监控功能越来越强大，为中共抓捕基督徒和异议人士等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寒冬2018年一份报道称，在一份中共内部文件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汇编中，列举了当局为监控信徒在监控系统上投资的详情。在河南省，仅鹤壁市浚县一县，当局就投入近90万元人民币购买并安装摄像头，覆盖该县包括三字教堂、天主教堂、道观、寺庙、清真寺等53个宗教场所。中国各地摄像头全面进驻教堂，有的教堂内外安装了6到8个摄像头，讲道内容、聚会人员的活动全部被掌握，稍有违反规定就会遭到惩处。在这种恐怖监控下，信徒几乎无法正常聚会。根据网络隐私与安全评测机构 Comparitech 发布的文章，中国约有7亿个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天网系统。另据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刊文称，
中共利用高清摄像头监控跟踪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仅2019年1年，山东省至少发动13次统一大抓捕行动，抓捕了645名基督徒，其中多人被抓捕前被跟踪监控数月至1年。除了天网和雪亮工程这些大型的监控系统之外，中共还采用其他多种监控技术，无缝隙地密切监控国民的日常生活，并在原有系统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紧随科技发展趋势，利用各种先进技术，一如既往地镇压迫害宗教团体、异议人士、维权者等。例如，利用微信、腾讯 QQ、小红书、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以及声纹识别等手段进行监控，同时通过智能门禁系统、智能家电、无人机跟拍、电动车追踪器等技术，追踪并精准定位目标对象的一举一动，甚至居民的电表和水表数据也都是中共监控的对象。总之，只要是能维护中共政权稳定的高科技手段，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芯片，中共也绝不放过。中共为了维护集权统治，无所不用其极，已经丝毫不顾及大国形象和国际声誉。尽管中共在反人类罪史上劣迹斑斑，国际人权组织、宗教团体、异议人士对中共的讨伐声不断，甚至美国国务院历年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已连续24年把中国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状况最严重的国家。然而，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对人权的侵犯，不但没有罢手的意思，反倒变本加厉，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统治全人类、称霸全世界之势。7. 深陷中国魔窟，基督徒坚持信仰，从未妥协。从覆盖全国的大型视频监控系统，到渗透进家庭的每一台智能家电，再延伸至个人的手机追踪，中共的监控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完全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全覆盖的监控网络。这样一个监控网络，就像一个无形的数字牢笼，将国民死死地控制在里面，难以逃脱。在如此严密的监控网络之下，中共各级政府为镇压迫害宗教信仰，仍不断下发各类机密文件和指示，对全能神教会等宗教团体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排查、抓捕等镇压迫害行动。诸如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委防范和处理问题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2018年关于县公安局侦查打击全能神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重庆市政法委2020年全市打击处置全能神总体战实施方案，2021年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乌龙镇关于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宗教领域问题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的通知，江西省开展全能神底数摸排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等。尤其是2023年8月，为了实现对全能神教会的彻底取缔清零，中共中央政法委还下发了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打击处置全能神组织的总体工作方案，要求自2024年起发起新一轮3年攻坚战。除了强调摧毁境内组织体系，还要求国家安全部、公安部
对境外全能神教会实施打击瓦解。在中共集权统治的魔窟之中，全能神教会大量的基督徒被抓捕，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致残致死。根据2017年至2024年的全能神教会遭受中共政府镇压迫害年度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全能神教会仅2017年至2022年直接遭受迫害的人数为175544人，2017年至2024年被抓捕的人数为80795人，遭酷刑或暴力洗脑的人数为35131人，被判刑的人数为10743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为187人。2017年至2022年，被非法掠夺财产至少14.82亿元人民币，折合约2.08亿美元。从中共对全能神教会近年迫害的数据中可以看到，迫害力度逐年升级，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全能神教会更是喊出了一日不取缔、一日不收兵的邪恶口号。据了解，2024年的抓捕人数是2017年的6.5倍，判刑人数和重判7年及以上的人数均为2017年的13倍。全能神教会建立至今，被迫害致死的基督徒至少307人。另外，凡是中国各大节日或特殊纪念日，凡逢元旦、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以及中共的全国两会、阅兵、党代会、6·4等敏感日子，还有中共党魁的追悼会或出行等特殊日子，都是中共大耍威风的黄道吉日。在这些日子里，中共各级执法部门都会发布秘密命令，并开展全国性的统一大抓捕行动。因此，这些日子也成了基督徒的逃难日与受难日。基督徒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与高压环境之中，艰难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中共对基督徒的抓捕从未间断过，从年初抓捕到年终，从年终又抓捕到年末。特殊的日子大抓捕，寻常的日子小抓捕，有指令的时候抓捕，没有指令的时候依然抓捕，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数十年如一日。中共警察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始终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时时待命，随时出动，立即抓捕。中共自执政以来，对宗教信仰的镇压与迫害永无休止。70多年的统治，中共将中国这片土地搅得乌烟瘴气，风声鹤唳。基督徒常年过着暗无天日、提心吊胆、非人的生活，甚至不少人认为，在中国活着还比不上生活在外国的一只猫、一条狗。尽管中共布下了天罗地网，但众多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跟随神走到底的信心并没有减。他们为了能聚上会，不得不躲避中共的监控与跟踪。他们学会了打游击与中共周旋，在聚会地点的选择上可说是千变万化，别具一格。山上、树林、荒地、果园、牛棚、猪圈、羊圈、庄稼地、山洞里、桥墩下、仓库、地窖、废弃厂房、拆迁房，甚至人迹罕至的墓地等，都是他们的聚会场所。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基督徒为了聚会做教会工作，还学会了乔装打扮、甩尾巴、识别跟踪器、窃听器，
使用暗语联络等一整套的反侦查、反追踪的本领。就连中共对基督徒的这一套本领都大加赞赏。基督徒在这样高压的环境里，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常年睡觉不敢脱衣服，经常做噩梦被警察追捕，经常在噩梦中惊醒。不管走到哪里，都感觉背后有眼线在盯梢，对警服、警笛、警车都高度的敏感与恐惧，对任何的陌生人都极度的警觉与害怕，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也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已经完全丧失了安全感。多少基督徒有家难归，常年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多少基督徒家庭破碎、骨肉分离。即便是这样，他们还要时时面临中共的抓捕与酷刑，甚至被折磨致死。这些仅仅是千千万万基督徒生活在中共暴政之下的一个缩影，也是基督徒过去所经受的和现在正在经受的。未来他们依然面临中共暴政，依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里。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饱受着中共对他们非人的摧残，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忍受着来自家庭与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羞辱、唾骂、围攻，甚至面临中共的杀戮。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在中共的残害之下失去生命，也许他们等不到中共垮台的那一天，也许他们看不到神公开向万国万民显现的那一天。但是他们无怨无悔，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传扬神的福音，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血与泪，用他们的生命，见证着神话语的力量，见证着神做工的力量。黑暗遮挡不住光明，残暴摧毁不了信心。下期我们将继续揭露中共迫害基督徒的罪恶史，追溯基督徒受迫害的血泪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关注新时代，关注中共暴政镇压迫害基督徒实况。我们下期再见。